我觉得 DeFi 就是交易这个事情非常适合在 DeFi，因为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因为物这边我们它有中心化的交易所，它需要维护的就是数据，还有这个 matching engine 这些东西 settlements，都是用中心化的方式，其实是个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流动性是一个单一的流动性，它就是 siloed， 没有可组合的这个成分。那在 DeFi 上，我们就统一用单个或者多个链，其实我觉得未来是多链的这种交易的协议，那它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数据或者是一部分的数据放在链上，像在 Orderly 我们做的就是目前是基于 Near， 然后多链 settlement 是在链上每秒去 settle。这个事情在 CeFi 其实就是一个很方便，然后就减少成本的事情，包括在 TradFi。然后现在 DeFi 的最大的问题是用户体验太差，它开始的 onboarding 比较困难，通过去中心化的钱包，就是你需要去记住你这个 seed phrase 啊这些东西，然后它的产品偏简单，还是比较初期。CeFi 其实产品就是很丰富。然后很完善，像币安这种中心化的产品。那我觉得未来其实就是 DeFi 的机会，就是我们想把 Orderly、WooFi 做成中心化交易所的体验，但不牺牲就是它的 performance。那这个事情随着链以2层甚至3层之后的发展，就可以把 performance 变得越来越快，加入隐私等，所以我觉得 CeFi 的事情之后 DeFi 几乎都可以完成，然后 DeFi 有很自然的可组合性，其实就是聚合的流动性、聚合的收益率，其实它的竞争优势会非常的大，但就是 CeFi 其实它的那个 KYC 还有法币的出入金，这个是很难去被替代的，所以我觉得 CeFi 更多是一个入口。那所以你感觉 DeFi 和 CeFi 有没有什么可以结合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新的应用场景给到用户？像我们这边其实现在是偏 CDFi，就是从 Orderly 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它的 matching 是 off chain， 对吧？因为 matching 就是撮合这个事情需要高频低成本，就不能就是牺牲用户的体验。因为作为一个订单薄的话，这里面有做市商，他需要频繁的去撤销单子、撤单、挂单，这个事情目前 DeFi 是很难完成的，就在一个订单薄上，除了像 DYDX， 但他们还是偏中心化的嘛，所以这就是一个 trade off。那在物这边，刚才 Kevin 也讲到，其实它目前的这个 swap 的这个 bonding curve。也是其实是一个 order book 形式结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CDFi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配合，包括很多的交易所，它都有自己的钱包，直接可以从它的中心化去出入金到它的钱包，去中心化钱包，然后进入 DeFi 的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 CeFi 还是就是一个出入金入口，然后进入 DeFi 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然后钱包变成一个浏览器嘛，现在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结合。OK， 谢谢 Ryan。那想问问沈宇总，因为您是一个老币圈了，那以您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就是您认为 DeFi 和 CeFi，最大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或者您认为经历最深的不同的地方是哪一个点？其实本质上来讲 ，CeFi 和 DeFi 都是面向的同一波用户的需求，他们需求是相通的，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呢点，其实本质是他们的实现方式的不同。那CeFi 更多的是通过一个相对中心化的黑盒的一个产品，把这东西需求包装好，然后提供给用户，可能用户体验更好一些。但是 DeFi 呢，因为受制于现在区块链的性能，整个钱包的技术的发展，它可能只能承载一些高价值的交易，那些很多高频的低价值交易它没法去承载。然后呢，它也目前阶段可能在用户体验上也没有那么好。另外呢是说，毕竟 CeFi 经历了可能100-200年的历史，有大量的可能有风险的点探索的七七八八了，所以监管合规角度也做得相对完善。DeFi 在这里面有大量的风险，因为它
因为透明嘛，这样风险更容易被暴露，然后又具备可组合性，它的风险又具备很好的传递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DeFi 里面会有一些额外的风险和一些可能没有经过长期的监管也好，长期的暴露后的风险，这些风险其实是DeFi 里面很难去消除掉的一个风险敞口。所以各有优劣吧，但是个人可能我觉得最终两者可能会逐步的融合，然后用 CeFi 好的用户体验和监管、风控这些体系，用 DeFi 的底层的资产来源和更加透明，然后可能能把大部分的场景 cover 掉。但是对于一些还是需要黑盒的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能通过这些资产的映射的方式，或者是进行 MPC 多签的方式。进行降低这些风险吧，所以最终我觉得可能两者会逐步的融合，需要一些基础设施的完善。OK。好，感谢沈云总。那第二个问题是从基础设施上来看，CeFi 未来会有哪些不同方向的发展？这个问题先给到 Lin 来回答。其实，在基础设施上面，其实我觉得就用 Deribit 做个案例的话，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其实非常接近传统金融，其中一个的话就是低延时高效的一个撮合。那比如说举个例子，物理机房，其实大多数的友商的话，可能是用的是云的机房，但是其实我们用的是物理的机房。我们的主要机房的话是在伦敦，但同时的话，我们有个备用机房是在瑞士。然后两边的话，而且是实时备份数据的，也就是万一有一个机房发生天灾人祸的话，其实另外一个机房就能够马上跟上。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测试的机房，专门用来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测试。然后这个的话，整一个这个基础设施其实还是应该来说花了很多成本，也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还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市场数据的一个叫做 multicast， 也是同步的一个对外推放的这个技术的话，也是必须是要直连服务器来对我们一些机构客户开放的。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延时做到非常非常的短，基本上大概1个 ms 左右。然后因为整个这个的传统的一个布置的话，我们的延时的话，一般的话预期是在中位数字在2到5 ms。所以这些的话，其实在中心化交易所上这个就比较特殊。我觉得 CeFi 的话，DeFi 的话，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一个需求。包括我们从这个组合保证金这些去看的话也很不一样。像我们有组合保证金，也就是说期权和期货的产品同时，也就是有个实时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还会再推进跨保证金，就统一保证金账户。那统一保证金账户的话，大家可能一开始的理解可能更多还是稳定币包括以太坊和比特币之间跨保证金。但其实的话，更多的话，我们现在包括在考虑的很多都是直接法币都会加入进去做一个统一账户的这个系统。然后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交易所自己自身的这个支持，然后还包括外部的一个银行体系等等这些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支持。同时要做到一个实时的一个风控能够全自动化处理这些相关的这个保证金机制等等。所以中心化交易所在这块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基础建设上的推进以及创新的。